美国国会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全文翻译，谴责严重侵犯新疆突厥族穆斯林人权的行为，并呼吁停止对中国境内外这些维族社区的任意拘留、酷刑和骚扰。第116届国会第一届会议由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众议院在国会中制定第一章简短标题，该法案可能被称为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第二章目的声明，该法案的目的是指导美国分配资源处理严重侵犯公认人权的行为，包括大规模拘留中国境内超过1000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以及对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性居民的恐吓和威胁。第三章适当的国会委员会，在本章节中，适当的国会委员会一词是指一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武装部队委员会、情报特别委员会、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和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武装部队委员会、情报常设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第四章国会作出以下调查结果：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PRC 长期以来一直压制大约1300万突厥、温和的逊尼派穆斯林，特别是维吾尔人，名义上自治的新疆地区。这些行动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二、近几十年来，中央和地区的中央政府政策系统的歧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新疆的其他穆斯林，剥夺了他们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运动自由以及公平审判等等。三、由于中央政府的严厉镇压，新疆地区的动乱加剧，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用作奥威尔式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证据，并以此为借口做进一步不合比例的镇压反应。四、自从2014年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社区，中国当局发起了他们最近期的抵制暴力极端主义运动，其中以大规模、国际性的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用来合理化普遍存在的限制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五、这些政策包括 A. 在整个地区进行普遍的高科技监测，包括在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任意收集生物数据，包括儿童的 DNA 样本。C. 面部和语音识别软件和预测警务数据库。D. 严格限制整个地区的行动自由。六、中国安全部队从未对 ALAQAGHA 2014 HANERIK 2013和 SIRIQBUYA 2013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及非法杀害 Abdelbasit ABLIMIT 2013和 Rosie Osman 2014提供可靠报告。七 A. 2016年8月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转为新疆党委书记，促使该地区的镇压行动加快。B. 新疆的地方官员使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言论来描述政府政策的目的，包括铲除肿瘤和化学除草。C. 维吾尔人被迫庆祝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中国新年。由于国家对维吾尔族文化遗产的控制，例如 Milk 音乐传统和 Mashrab 传统文化聚会，并且由于取消了维吾尔语作为新疆学校和大学的教学语言，维吾尔文化面临着被根除。八、2017年，可靠的报告发现，居住在中国境外的维吾尔族家庭成员在中国境内失踪，中国当局向国外的人施压，要求他们返回，并有大量人被任意拘留。九、学者、人权组织、记者和智囊团提供了充分的可靠证据，证明中国当局建立了政治教育营地。十、独立组织进行了采访，包括 Khaled Zamakan、Omid Bakali 和 Mirigo Tilson，
以及其他被拘留在这些设施中的人的证词。他们描述了强迫政治灌输、酷刑、殴打、食物匮乏和单独监禁，以及无法统计时间拘留的羞辱，并且否认宗教、文化和语言自由，并确认被警卫人员告诉他们，获得释放的唯一方法是表现出足够的政治忠诚。这些设施的条件恶劣和缺乏医疗，明显导致一些被拘留者死亡，包括老人和体弱者。据报道 ，Hassan IMIN 2017年和 Sawat RAXMAN 2017年，在没有经过适当调查的情况下，在政治教育营地中被中国当局拘留期间去世。现已在其他国家获得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提供证词说，他们受到中国官员的威胁和骚扰。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各国不得不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这违反了不驱逐原则以及有充分理由的迫害恐惧的原则。遣返维吾尔族的国家包括埃及2017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17年、马来西亚2011年、2013年、泰国2011年、2015年、老挝2010年、缅甸2010年、柬埔寨2009年、越南2014年、哈萨克斯坦1999年、2001、2003、2006、乌兹别克斯坦2007年、塔吉克斯坦2011年、巴基斯坦2003年、2009年、2011年、尼泊尔2002年和印度2016年。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族服务的6名记者公开详细报道了他们在新疆的家人为应对他们在该地区暴露滥用政策的工作而遭受的虐待。一些美国公司正在与新疆当局开展业务，但没有充分的干预或保障措施，以确保其业务运营不会造成或助长侵犯人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投资于新疆和整个中亚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组织扩大其影响力，而不考虑政治、文化或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国务卿、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以及行政部门和国会的个人成员都对新疆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政治在教育营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8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了新疆侵权行为的质疑，包括建立大规模任意拘留营。2018年8月至9月期间，中国当局对这些指控做出了回应，要么断然否认这些指控，要么坚称这些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2018年9月，新任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他的第一次高级专员讲话中指出，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社区进行大规模任意拘留的令人深感不安的指控及所谓的遍布新疆的教育营地。2018年9月18日，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委员会写道，利害攸关的不仅仅是维吾尔人的福利，还有21世纪的技术是否会被用来扼杀人类的自由。2018年12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副助理部长斯科特·巴斯比的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作证，证实被拘留者人数自2017年4月以来，在难民营中至少有80万，可能超过200万。2018年12月，独立媒体报道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难民营中有强迫劳动，并且有报告说，从营地被释放的人被迫在附近的工厂以低工资做劳工，否则被威胁被送回政治在教育营。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
中国官员组织了来自12个非西方国家的一小群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访问新疆的政治教育营。在访问之前的几个月里，国际媒体报道说，官员们努力从一些政治教育营中拆除安全设备痕迹，并勒令被拘留者和当地居民不要对营地做出负面评论。报告还指出，官员已将大量被拘留者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拘留所。24专家们将新疆地区描述为与朝鲜竞争的警察国家，如同南非种族隔离的正式种族主义，以及新疆地区的慢动作天安门的镇压。第5章国会的意见一，总统应该谴责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突厥穆斯林的虐待，并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针对中国现行政策的深刻滥用和不易持久的破坏，并立即关闭政治教育营，解除所有限制，并确保尊重整个地区的国际保障人权，并允许重新建立中国国内外的联系。2. 美国政府应制定一项战略，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许多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紧急呼吁立即和不受限制的进入新疆，包括政治在教育营，并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利用美国的声音和投票权来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突厥穆斯林的大规模任意拘留、酷刑和强迫劳动。3. 国务卿应考虑现有权力机构的适用性，包括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公法114至328附标题 F，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府成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安全机构，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其他官员，可信地指控他们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4. 国务卿应充分执行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公法114至281的规定，并考虑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22 U.S.C. 6401 8A-SEC 战略性地采用制裁和其他工具，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的特别关注国家 CPC 中的一部分，直接针对其特别严重的宗教自由侵犯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5. 商务部应审议和考虑禁止销售或提供任何美国制品和服务给中共政府在新疆的代理机构，包括新疆共产党分支机构、新疆公安局和新疆中共中央统战部，或代表他们针对突厥穆斯林人士进行大规模拘禁或强迫劳动的任何实体机构，并将其列入到商务部管理的实体清单 （Entity List）。6. 国务卿应探索建立自认数据库的适当机制，维吾尔族侨民的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家庭成员可以提供有关失踪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以期向政府提供信息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问责，并采取适当措施，加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庇护申请。7. 在新疆销售商品或服务，或以其他方式经营的美国公司和个人应采取措施，包括在任何公共或财务备案中公开宣称其商业活动没有助长新疆或中国其他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他们的供应链不会造成强迫劳动。8. 联邦调查局和适当的美国执法机构应跟踪并采取步骤追究来自中国官员的责任。这些官员骚扰、威胁或恐吓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包括突厥穆斯林、维吾尔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合法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国民。9. 国务卿应与美国传统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采取类似步骤，并在针对性制裁和签证限制方面进行密切协调。10. 需赞扬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服务的工作，因为它详细、准确地介绍了维吾尔人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身上正在发生的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努力通过威胁和拘留、
来恐吓他们的在中国的家庭成员。第6章国家安全报告。